非常喜欢基本嘅福喜来呢个节目，基本嘅医疗单元啦，大家来讲嘛，来讲应用，讲马家嘅应用，讲大脑嘅应用。大家有想到冇？呢個大腦吼，呢個腦沒有應用，咪就應用不良嘅情形。今日當方宇做啲繞牆道，呢個應用是嚟到節目地度，大家來分享，大家來分享你今日來賓其實呢個父母記先生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桃江聯合診所營養師傅美記，當歡喜今日做嚟來到福喜來節目現場。分享先生，先生係苗栗太湖嘅客家人。對，對，唔過基本嘅真經青春啊，有就先生來到亞邊，講一個青春嘅事情，買事情。過去大家喺講營養不良嘅時候，我們都講我們身體嘅營養不良。唔過基本同大家來講嘅係大腦部嘅問題。大家有想過嘛？其實大家冇去注意講腦部也會有營養不良嘅問題。對，因為現代咧，反而台灣咧講營養不足嘛，錯。啊，然後現代化台灣咧食嘅東西當多，最主要係咧營養高升嘅問題。啊，營養高升嘅問題，反而最主要食嘅東西乜嘅東西，油嘅東西食太多，個糖分嘅東西食太多。你聽錯食啊？對啊，嗰種有啲東西是要食下多間，因為別人講，有啲食嘅東西係失衡嘅、失調嘅。錯。一般來講，話叫做對人體都有啲會影響了。一般來講，大家係按樣想哦。譬如時常講吃嘅泡嘅東西，有冇炸嘅東西，大家做啲理解嘛，對不對？像是泡雞排啊，有冇？好，大家請好食啊。心情唔好嘅時就會食啲些甜嘅東西嘛。一般人會感覺個按樣嘅時節心情會較好。唔過時常講到有啲青春嘅問題就會均衡、均分，因為在做這個醫療單元的按度式嘅高長低度，其實均衡最重要。對。可是基本要特別來講嘅就係腦部。一般聽佢講，哎呀，我嘅器官有嘅便秘啊，又咪咩三高嘅問題，唔過基本要講嘅腦部嘅問題，所以係講大腦腦部嘅營養不良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？佢親主要都影響到記性。記性。對，一方面人家就身體嘅年紀慢慢嚟大家嘛，都會老化嗬，嗰個人家就會像營養素嘅，佢像腦血管也都有發。循環冇按好噶哈，佢營養素都冇辦法帶到腦部去，佢腦細胞都會慢慢地越來越退化，越細。咁另外一種嘅話，都營養到食嘅東西嘅問題，像油炸、泡炸東西，佢都令人體嘅話會產生很多嘅自由基，自由基嘅話都很容易讓人家嘅細胞老化。變成機會都變成一種較容易退化嘅問題。好，退化都影響到剛才有講嘅記性啊、認知啊嘅啲問題。真嘅，唔過大家一般來講就會講，像也講到記憶力，大家會知道講，可能人隨時較大有冇？大家會說，哎呀，我嘅記憶力冇按好，可是其實這是可以保養的。係啊。唔係講。你老的動也會影響，你都可以保養。像這邊有講到加速失智，沒有按用嘅扣呢。對啊。一方面話有年紀嘅問題嘛，一方面話都會因為家食嘅東西冇去注意法，其實它容易變成有問題啊。錯，還有乜嘅吃到清甜。頭腦痛，注意力不集中，都會，因為人哋冇睡好嘅話嘛，你會影響到人哋像頭腦痛啊、冬天咪見睡都睡唔飽嘅嗰種情形。有，現代人嘅文明病就會按對，嗰所以也可能同你腦部嘅營養不足也有關係，也有關係。唔過好，亞邊有講到一個青春嘅問題，就是導致心理問題。心理問題哈，都係講一下你有啲人都係容易像憂鬱症一啲，恐慌症嗰種症狀。其實有時候咩係老人都有腦部嘅嗰種傳導物質、神經傳導物質沒有關係。比如講，一下我今日來到現場，而且動快咯，有時可能腦部分泌較多嘅多巴胺。
多巴胺呀东西，迄样只有当幸福的方法，迄分泌较多的血清素。迄样比如讲也会当认真来看一本书，也是后来分泌出来迄去甲肾上腺素，也种诶叫神经传导物质。啊，不过迄个像刚刚讲的。然后人体的话，长期也比动态噶哈，俺去甲肾上腺素都会分泌动多，哈，动高噶哈都它容易变成讲，还有之后阿比胎啊，都会动，嘿，心情不好都动沮丧或忧郁，哦，啊，不过迄个身体发现也讲诶。也去甲肾上腺素动高，甲佢要去调整，吼，佢要分泌咁嘅，開始咁嘅用嘅血清素去咁嘅合成，去咁嘅平衡。啊，唔過因為實分泌量多誒，佢冇拉用，吼，變成咪恐怕一種嘅失衡嘅情形，噶哈。對，古所講嘅現代人嘅話，佢有啲人話佢咩較容易像人家講到憂鬱症，嗰種問題咁嘅上升那樣。古說睇下會也係按用人，比如講你係講你有憂鬱症按用嘅問題，輕動你會講，哎呦你上岸都做乜解喏？哎呀，你嘅心情會不用輕鬆啊，你咧較快樂有冇？不過其實經常講到，它跟大腦的分泌其實係有很直接的關係。好，古說唔係講誒，佢憂鬱症。你嗅覺到其實唔單止係按用，因為就像經常講，跟你大腦嘅分泌有關係。古時候係講你嘅大腦營養不良有可能，只會有按用嘅問題，對，心理的問題。也是為什麼有聽到你們按講哈，你會講有時候真的生病了，比如說慢性疾病嘅嘛，其實同心情嘅壓力有關係。對。哦，也有聽到你係講有乜嘅慢性疾病，佢慢慢佢會知道講。我係真嘅，我不用輕鬆，因為我嘅心情會快樂。心情會快樂嘅時節，其實你嘅身體有輕度嘅偏痛，可能就會有好嘅機會。對，我係唔敢講絕對會好，不過就有好嘅機會。其實好一般呐，還是講心理壓力冇安太㗎，其實當到偏痛嘅話都會減少一般嘅。吼，因為我怕像人家講嘅，迄個食東西話，我用嚟增加人家嘅多巴胺，佢含有血清素㗎，因為平常嘅像牛奶啦，吼，講麥呀，飯瓜啊，吼，較好嘅講肉氣嘅話，像魚肉啊，叫做豬肉呀，都方面都是對我用均衡，哎呀，把其實咩都做得製造較多嘅血清素，用一人體嘛，沒話下。不用慫，不用強鬆。真嘅哦，古說其實想要請公平，你要請公平。古說你身體嘅好壞同你食嘅東西有關，係同你嘅平常嘅生活有關，嘅咪同你嘅心情有關，你嘅心情也跟大腦有關嘅。古說佢可以互相影響嘅。如果時常要講到食乜嘅東西，如果乜嘅東西做唔得食，大家就可以下嘅嗬。有可能會損害你大腦嘅東西。對，像咖啡因，嗬，聽多嘅話高量。係對，有啲嘢話一般來講話嗬，一日食一比嘅話嗬，差唔多輕度到2比，有啲人食到3比4比話都太高量嘅。係咪可以係食嘅係唔係比較淡的？也係講你食嘅東西，比如講你食嘅濃縮嘅，高劑量嘅。古說真嘅嗬，事實上講嘅，你要注意你食嘅濃度。對，唔係講啊，我根本要食。一比唔講嘢高劑量嘅一比，對，高劑量佢都當做食嘅一比，我較保險喎。你講你食嘅較淡，有可能2比按用面，所以過量嘅咖啡因係做唔得嘅。對，嗰係要食酒嘛。食酒，一下然後，係啊，叫我交際應酬這樣聽多嘅。一個禮拜有5日可以交際應酬，按用嘅年輕多，多呢，嗰一下。台灣人雖然講，因為一下酒駕做嘅較凶啊，較多啊，不過係你講話當然會勸酒文化，好大部分去講嘅交際場合，係喺我食酒，啊長期按食酒嘅話，我變成講一下腦嘅體積會講嘅縮小，係縮小，嗰種問題動態，也係不可逆嘅講嘅傷害。好，那大家就問啊，那食酒嘅傷害跟腦嘅傷害，就時常之前講嘅有可能記憶力會。對，我影響到，個認知、個智力啊，都影響。呀，希望你中壯年嘅時期有冇哇，吃到青勇健有沒有？然後會知道講哦，我嘅酒冇上過，我嘅酒我感覺清好，我嘅身體冇問題。不過可能60歲呀，係65歲嘅時節，要青到給你頭腦和傾向嘅時間，對，你幾件開始？對。
边茶边茶对哦，对还有像迄泡嘅东西，经常有讲到嘛，做唔得是暗豆，人工添加物，听说系，含嘅东西，对，嘿，精致糖类哦，面包店，嘿，这个东西都无，像一般精致糖类，其实没有讲，基本因为其实用人家血糖起伏状态，氧化多用人家的脑部的思考运作都会较迟钝，吼，嘿，一般来讲，它都会讲的摕精致的糖类这个东西，把尽量含的是较少点的。古说啊，太家会讲啊，迄讲伊会去到间面包店去买个面包，去买个胖嘅世界有其实有青岛嘅精致的，它精致哦，里面有青岛嘅奶油啊、糖啊，哦，可能做的是唔够真柠檬是暗豆，对，哦，像迄是胖唔够底度有青岛迄像是欧式面包，对，这种较原味的，对，较厚重嘛哈。我经常讲到暗豆，有暗豆嘅东西，你失去了嘅时间，可能会影响你嘅脑部嘛哦。我们讲到咖啡因哈，到底是几度啦？也系讲，比如讲是甜嘅东西。讲到精致糖类，如果是甜嘅东西，也系可能心情会清好吼。嘿，妹从心上来讲一下，那我们喝咖啡的时候要注意。哦，是几度哎？差不多中的几度，然后饭后不要马上喝咖啡，有可能会影响铁质的吸收。对，嘿。不过亚下人去吃东西就会按样人啊，吃饱饭后会，偏人迄饭后一根烟有冇？亚下迄饭后一杯咖啡，哎，我感觉吼，乡亲朋友还有乜嘅东西，然后大家咧分享吼，聊下怎怎咧讲。欢迎走进绕墙的，每期欣赏呢到节目地图啦，大家咧讲脑部嘅应用吼，真嘅一般嘅人就会忽略脑部嘅问题，做唔得，因为记忆力会减弱，对，而且很加重要的事情，就像欣赏讲有时候你会知道好累哦，因为按天咯，有冇？你上班嘅时间会知道，哎呀头哪痛啊哟。当然，你的身体很累，还有关系。不过真的就像欣赏讲的，你吃嘅东西，也系讲你大脑嘅应用嘅唔拉问题系按容易。不过讲到喝咖啡、咖啡，一般上班嘅时间吃到清甜嘅时间，醒脑一下，你就知道哪会喝咖啡，好像是一个仪式。对哈，不过欣赏帮我们补充，到底咖啡要喝多少？一日吼，差不多建议人要讲300毫克。大家会想讲300毫克咖啡因几度，哪有唔低啊？吼，特别到大家查出了吼，像星巴克单提1克要得发，一般讲美式咖啡呀、拿铁咖啡一比吼，台币差不多都200到300诶。都差不多是一比都拉诶，都莫扎个度诶，嘿，还有像便利商店呢 ，7-Eleven。好，全家也得发，加一比它细比嘛，哈，中杯对，差不多讲诶，像看迄个黑美式咖啡吧，加一比讲咖啡因吧，咪差不多150到200了，嘿，迄讲因为摄到2比吧，其实都有超过1系列嘅。按容易吼，做咩？按用大家谈会清清楚嘛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分享嘅时间会吃到300毫克，一般人300毫克係幾多？我經常講清後，一般市面上買的美式嘅咖啡一比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我說經常會講，你一年領1比就好。對。我當然你領嘅係細比嘅，按細比嘅，跟你只做得2比。啊，謝謝老師吼，真係輕重要。佢說一般來講，比如講你去到歐洲、意大利有冇？佢都會喝那種濃縮，真的就會細比。對。這麼小杯，可是扣你給小杯的1比就會。这种美式咖啡大杯的1杯，对哈，比如说大家要注意，还有嘛该欣赏你说糖类，不过心情唔好嘅时就会吃糖类，好多人都要用咁讲，嗰食糖讲嘅食到饮料，食珍珠奶茶，食完过后啊心情才会好，冇错，嘿，不过一种嘅方式嘅话，其实哈老大家解释一下，做嘛对人体话会有乜影响？比如讲，要食甜嘅东西落去过后，佢乜个清水要马上分泌出来，都係胰島素哈。胰島素嘅功能有2種，哈，一種係降代血糖，好，佢馬上老人食落去嘅甜分咧嘅
葡萄糖来讲来好了，天一张当中要用的嘅功能呢，都会合成蛋白质，给迄种合成的荷尔蒙，故说给我老人家血底我度的氨基酸都拿去合成的，吼，啊，不过都有张问题哦，佢用。佢拿去合成过后，将我血底部都会把都会当都会存下来叫色氨酸一种东西。色氨酸一走都有机会走到脑部底部去合成血清素。啊，古时候人食饭叫我甜的饮料个，当叫我说当香的感觉，当幸福的感觉，刚才要讲血清素是当幸福的感觉。啊，不过因为它一种原料是来自于糖类，好，古时候其产生得快。去的也快，古时候我们当教育之后，都冇嗰种快乐的感觉诶。4分钟听听，根本就半点钟。嗰只很多越来越想要食糖，越来越想要食甜的饮料。哦，也系原因。哦，我说像先生讲的，嘿，它危险的地方，嘿，比如你食嘅时间心情很较好，会清好，不过半点钟过后可能就没有了。我爱有个感觉，不过佢会让你好像更想再去吃甜的，这是危险的地方，错冇？对。爱用吃下去就是铁豆嘞，对，吃铁豆送开就来诶。对啊。哦，难怪，因为也还有青豆给你上班嘅时间，佢嘅习惯很用诶，你知冇？那是一种变成习惯，好像每一天固定听说会是甜诶，某次就吃到会受不了。黑面那就是也是一种习惯，一种习惯。我也还有的人没有来讲，一张新的名字叫糖上瘾。哦，好，你都会因为一听到食嗰種東西，你知會心情較好啲啊。冇食冇飯都講，冇食的話，可能心情都會暴躁，嗰種情形，佢都會糖上癮的症狀出來。哦，所以唔係講做唔得食哦，鄉親朋友，做唔得食鐵豆，鐵豆，哈，有先都給你喝嘅飲料有冇？哈，珍珠奶茶有冇？當一筆。好，可是鐵豆可能送回你嘅腦部。还会变皮，对，你看真嘅热量咁高，后出真嘅冇唔係按到，对，你可能要防疫半2钟，可能清假，因为你每天喝，你清假就清皮，对，啊，等到你60岁还70岁嘅时间，你要知道你嘅脑部嘅基因唔係清好，好身体嘅問題慢慢就出來了。我說哈，也真嘅做唔得，唔講係一件事情聽出來問，講到你吃東西也做唔得食，啊也做唔得食，但到底要食買東西喏，大家來看一下，先生講一下，有什麼該較好？係像天點益生菌的話，哈，其實市面上嘅益生菌的話，其實大家都做得去選擇啦，好冇講貼片那隻牌子，像親好，親到適合自家都這樣做的。佢親主要嘅原因嚟講，當到一樣嘅外國嚟嘅研究嗬，佢發現講，其實益生菌話，佢我將係用下腸道嘅流到像刺激一樣的神經傳遞物質嘅分泌啊，對，好都做咗幫助呀，對會記憶力，好四肢嘅延緩嗰種嘅情形，好，嗰還有維生素 B 群話，親主要都像人家講嘅，像麥片啊，好全穀類啊，好像咁嘅五穀飯啊、糙米啊，好這樣的東西，都係親主要一樣的維生素 B 群的當好一個來源。維他命 C 啦，維他命 E 嘅話，最主要都鉤質，好，水果嗰種東西，對，嗰還有鈣，叫係鋅鎂，係，一個東西嘅話都係叫係牛奶啦，係牛奶一個東西，我係叫係Omega 3的話，哈，都係像人家講要深海魚，像鮪魚啊，係唔係魚油做的嘛？對，沒算一種，哈，對，蛋白質當簡單啦，大家都啲嘅。肉類嘛，對，個係貝塔胡蘿蔔素吧。之後講，其實你看到市面上啊，叫我人家都會嘅蔬菜顏色越鮮豔呢，就像叫我像紅椒、叫我黃椒，哈，嗰度還有像嘅反瓜一度，都貝塔胡蘿蔔素當好嘅來源。哦，個還有葉酸的話，當簡單，都深綠色的蔬菜，好，都富含這個東西。哦。富含的碳水化合物的話，就像剛剛講的糙米、五穀飯，好，越沒有被精緻加工的嗰種東西也好，對，個卵磷脂的大豆，然後雞卵，嘿，對。大家有發現冇？先生舉例了按豆嘅我們的食材，我們可以說最原始的那個食物，都是營養的麥片啊，五穀類啊，綠色蔬菜、豆子有冇？還有
比如讲鱼油啊，按用嘅东西，然后平常都没有讲到其他比较不一样的食物，吃来吃去就会较冇精致嘅食物，係較好嘅。其實大家有發現冇？有青島嘅人會講啊，以前嘅人啊用冇用嘅，佢都就按用生，你看佢都要很長命百歲，對不對？可大家有發現冇？因為以前嘅人吃嘅東西比較不精致，它天然。錯嘛，真嘅係按用你，因為很多人會去跟以前人做比較。你看佢咩生肉啊，佢是空肉啊，佢是乜干，你看佢是都80歲、90歲，因為也係人會按用你，真嘅，因為以前嘅人可能就是乜嘅。糙米然後搶菜啊，對啊，嗰個吃番薯啊，高纖維東西啊。嗰種是冇乜嘅珍珠奶茶，對啊，也冇乜嘅，好按到嘅破雞排啊，都冇。就說整體飲食是很重要的，像這個卵磷脂透類啊，以前嘅人透奶啊就輕鬆有。對啊，唔過食幾多東西嘅時間整體唔好假糖。生肉嘅時間唔好食破雞。係，對。好，唔係講現場講蛋白質生肉。你就去是破雞排，對，哎呦都會有唔好用影響。真嘅，唔過經常問一下哦，像Omega 3係咪？那現在有聽到嘅媽媽會給小學生吃，說哎呀你要吃按用嘅深海魚油，對，那樣子會太早嗎？或是一定要必要補充嗎？因為其實我特別去補充下Omega 3吧，天主要都係腦部嘅發育嘛。腦部發育嘅話，差唔多都2歲，加差唔多發育都差唔多80%哦量嘅。啊，之後差唔多6到7歲都發育到完全嘛。啊，迄個人講，我特別補充一道東西嘛，所以講魚油有種東西，人家食過都啲，但係家都搶人家嚟囤一條3-5條嘅感覺，當美國對，當美國。古種迄個人所以講，迄個唔像佢本身也是較多的。DHA 含量比較高的像食物加好，而且像人家講的深海魚，像鮭魚啊、鮪魚啊，有啲對，還有青魚啊、秋刀魚，都係當好的來源呐。唔是講秋刀魚啊，係。對，唔見得講，不見得一天攞去講係食嘅補充品啊。對。還有青島嘅問講嘅，佢講係補腦，嚟做啲是煮腦嘛。以形補腦有冇？有青島人會講錯冇？然後最近當熱門的話題以形補習的一個話題啊，我其實煮腦的話你看流想一下光是想它的膽固醇都差唔多，貼高100克其實差唔多2500毫克的量。很高。對，因為是咪他平常因為食物當中，因為做的啲都講叫膽固醇當高嘛，亂。錯，係一粒落嘅話，差唔多幾多？啱啲260毫克。好，佢差差唔多10批嘅量啊。真嘅，佢說不見得一天都叫我去食嘅煮腦去補腦一種叫我通走啦。對。該到底做啲什麼嘅咧？你請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先嚟講做啲有乜嘅東西好食。大家咧分享係講嘢腦部先做5類嘅容易，食埋東西、買嘅東西做唔得先嚇。唔過今日講到按道嘛，是咖喱也好啊，是甜嘅東西也好，魚油啊。唔過有一個青春也是很熱門的話題，就是大家講錳。有冇？比如講我們講到餐具嘅世界，有冇？係講有不鏽鋼，有含錳，係咪？你會有一些物質產生，然後影響。腦部，因為根據統計臨床嘅統計嚟講，迄樣受到咁嘅金屬嘅嗰種元素嘅錳嘅話，迄影響到中樞神經，佢都可能都會影響到人腦部，可能都會比如講唔會行動較遲緩呀，就會智力啊，就會發展呀，不過其實大家唔是太擔心啦，因為一般來講話，除非你係從事一種相關的行業的勞工，唔知較容易變成講錳過高、錳中毒的問題。對，迄樣講因為木卡迄樣有食嘅不鏽鋼，用嘅不鏽鋼嘅餐具法，你都看你下人家嘅餐具有受損嘛？迄樣冇受損的話，其實表示唔買呀。
不锈钢品质还不错，嘿，做得继续用。迄样又叫来看到迄毛花，具有即个腐蚀的花，吼，叫来有上骨，上炉啦，上炉的花吼，佮都表示你来。特别温高都好诶，对，跟来温高都做的，迄个吼也喺讲诶野外吼，其实要动辛苦，基本我受牙生意咧，我影响到家智力嘛。错啊，因为平常因为学生用嘅餐具，迄个都系不锈钢嘅餐具，你可能当你用，对，每天你就想到，哎呦，用嘅迄面嘅生意嘅。发展对，我影响到嘿，迄个大家真的懂手法吼，做得去代替嗰種太建醫院叫毒物專科醫生，嗰種門診去看一下，個醫生會讓評估一下，可唔可以有需要進一步嘅出血驗尿來檢查冇？嗰個做得去到按用嘅門診，係呢要，大家唔係要按用嘅門診呢？大家就點內口外口，有冇？對，係呢要本來有，嗰種可以去檢測，對，係唔係有毒物的？對，綜合嘅問題，聽過嘅情形冇？啊，唔過像先生講嘅，真係乜嘅東西都係過量嘅問題。係講你上空看一點點嘅劑量就影響你，那也太毒了哈。唔會啦，嗰種係大量嘅問題，還有大家會問講，有時候會覺得你的記憶力係咪唔好？係咪吃銀杏？係咪真嘅有效？銀杏吼，其實加清煮以後，把佢萃取出來吼，加嘅成分啊，經過研究吼，佢對血管嘅循環較好，好叫我按循環較好，包可能對人記性也都發都有一些幫助嘛。好，啊不過迄個老失智症的發多，它有一些人冇關係呢，因為失智症吼，伊啊佢分當到做，輕主要嘅也喺失智症當中吼，佢輕主要大部分嘅人得到嘅係叫做阿茲海默症，佢係佔了50%到70%，好，嗰個另外一種較大眾嘅叫做缺血性嘅個失智症，迄個係也喺佢咪也都分雜，佢係因為阿茲海默症嘅叫我失智症吧，佢係輕主要係。叫我無足嘅，佢吸收嘅係我哋神經傳導物質，好乙醯膽鹼嗰種東西，佢咪唔係講去說叫我銀杏花，佢係促進血管嘅循環嘅吧，佢都冇乜幫助嘅。嗰時候其實講到按用嘅問題嘅時間，大家會知道講吃銀杏就是先生講嘅，有可能係因為要增加你的，它有可能會提升你嘅循環。對，就因你嘅血嘅循環嘅時間，你胸口啊，你腦部嘅血嘅循環，身體的循環，就覺得好像記憶力好像有一點點提升，是按用嘅感覺哈。哇，謝謝老師幫我們說明，而且其實失智症就像先生講嘅，有50到70。係可能係阿茲莫海默症，那就冇用用，那是完全另外一個專業的治療。不過今日同鴉片從大家的分享，就會按用嘅比較，我們講的是比較衛教的知識。我大家就會問啊，先生又舉了好多的營養素，好多的例子，錯嗎？不過今日先生真的很用心，要來幫我們介紹幾道菜，錯嗎？對，第一道係翠卵，佢清楚主要都用到叫我皇宮菜。好，個係雞卵，個係有高湯，還有一系列鹽。啊，佢做飯呢，都叫我用嘅皇宮菜，好洗槍來，然後留下老嘅地方，然後佢叫我洗剔，好，啊之後來，然後佢叫我然後通通嘅，就像一般嘅翠卵嘅按樣，不過較重要嘅事情係一般嘅人清少會用皇宮菜來做。對。先生，你好吃你喜歡吃，你好吃皇宮菜？脆脆的，懂後水。後面有一些滑滑的。唔會啊，唔會係，唔會，所以嗰種這個是可以做的。對，我有的也會吃到講雞皇宮菜，通可以冇按叫佢發布吃到腐腐。好，對，嗰種要通做嘢都菜㗎，嗬，要通佢時間我拉。對，挺有意思哈。一般來講，像係是日本料理嘅時間，也有很多的翠卵嘛，哈，你都會不用清到像海鮮啊，要買東西。迄個你想會蹦出你嘅腦鋪，你做啲吃可能要滷出來哈，哎呦喂，挺有意思。哦，魚就會先生講嘅嘛，青魚，對，哈 ，DHA 含量豐富啊，哈，幾多清酒都係用到叫tomato，還有青魚和薑嘛，tomato因為清好嘅食材，對，貝塔胡蘿蔔素嘅東西，
哇，对，古索亚用中嘅食材就是欣赏前一段节目讲嘅哈，就是完全是吻合，对，做得保护胎内嘅营养素，而且其实公司餐方你都在用米粥哈，大家也看你喜欢，对，用这边讲说你可以用炒的，对，对不对哈？其实要清简单，好，还有。就好讲诶，活力三角饭团吼，用核桃、讲嘅番、还有香松、还有鲑鱼、个个海苔、油、个海苔片、个还有羊吼。一般来讲，它都先老讲诶核桃咩当好讲诶啊，种嘅醒脑嘅东西。因为欣赏刚刚讲的营养素里面也有讲到，对不对？维生素 E， 嘿，当好一个来源。鲑鱼。鲑鱼咩当好？Omega 3，好，按用粥其实做的是都轻爆，然后又轻饮油，对，好，太棒了哈！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一下哈。好了，脑部给保养的小建议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轻便一下给小建议，不过整体太给他扣点平常是不是知道啊？轻便单不过都没有做到，乖乖吃早餐。你都研发都老公我通常讲唔食早餐啊，等到他煮的我当老讲的午餐穷下剩，就说讲早午餐。还有你会讲，我要还是早餐的时间，我等一下，因为我吃得晚，我等一下会吃母肉午餐。所以怎么办，先生？还是要吃？是得一系列吧，都是它营养的东西呀。好像也刚讲的，它醒脑、它补脑的东西的选择，少量没做对啦。先生，我会吃到没有吃早餐，好像记忆力不好，我会有按我的感觉。我迟钝。对，因为含迄是虽然讲的糖分咧，反而要糖度加唔好，糖少加没有吃到动口的，较迟钝。还有，迄讲你前一天晚上有冇贴肚脐的有冇？然后又冇东西，后事嘅时间，你要睡梦嘅时间又希望讲日天公啊，去吃早餐，有冇就要按我讲给感觉。还有嘛个小建议咧不要吃垃圾食物，个停臭黑啊，泡渣的东西，哇，第3点，系咪对老人家较好？对，食饭慢慢的食，对，慢慢的炒过食团圆饭，因为有人讲法嘛，对老人家来讲对，这个就比较难咯，吃咖煮，因为上班嘅人会吃咖煮较难，係冇？吃咖煮法，其实我当日下班都吃咖煮诶。你有时候讲，其实太善用也讲诶烹调嘅器具，比方讲有烤箱，佢有锅诶。也得要放，这东西我都做标到烤箱里头烤，其他菜放都细嘛，都炒，希望无用整用汤当酱呢，去做的。还有水包，我水包，这太重要，太重要诶！你冇水包，乜嘅事情都做唔得，真嘅。好，而且水包嘅时间真嘅对身体有轻态嘅好处。对，练习写文章这个建议。系练脑筋系冇？对，人家就好讲法老下错的是喺冇穷款的。人家讲法人家就系一种懂本能的一个反应嘛。当我发迄个像写文章法，唔可能我想一下，下词我写嘛词汇，真嘅吼，最后健脑营养早餐。細嘅建議這個一般嚟講，其實啲早餐店都得買得到誒。對，大家有發現冇？第一點，唔好加美奶滋。這起來口感會較糟啦。啱講係講，其實還有搭配像香蕉牛奶嘛，或係像無糖嘅拿鐵對吧？其實較早嘅一些咩含喺做的酵素，而且現場講嘅請有意思哦，喝拿鐵做得哦，係咖啡。無糖嘅，對無糖嘅，真係係咁樣，而且嗰啲什麼嘅三明治也係做得唔過，按用嘅三明治就會唔好加美奶滋，因為啲油嘛，係油，係油經常講嘅，像啲乜嘅飯瓜啊，買條呢都是清好嘅東西，堅果五穀飲。講來講去就係堅果，對，我還有五穀全果類，果子、香菜，還有瘦肉做也挺好。為什麼？雞蛋係有挺好的卵子，然後瘦肉有蛋白質，果子。對，大家有發現冇？你看
你嘅节目就会按样人，讲来讲去就会按样嘅东西。不过还是要一次一次的提醒大家哈。哇，乡亲们，希望你看你今日嘅福气来咧吼，要当大家收获，对脑部嘅应用要很好多嘅认识吼。做了片非常感谢每期欣赏嚟做了片，安子生。好，乡亲们，3年后咧做埋咧，大家强下咧做认同了。